这个所在的人就是因的文化嘛，啊，和这个地名嘛是真合理的代志。是。哦，好，来，我来这边。哎呦，咱这是讲军名号。两个军官的名就去好的啊。你有去背过吗？有哦，要唔过真正唔知遐伊名是安怎来，所以我是讲有。来，答案是。B 啊！你甲看，风险已经爱甲分开的。啊，是安怎合作加名咧？哦，毋是菜市仔名吼，是因为啥？民国66年的时阵，咱政府咧推动10大建设，啊，就派人去牛啥？牛咱台湾的这关山，啊，而且爱甲做啥？记录。啊，有两个军官，一个叫啥？万家庆。吼，啊，一个叫做新明优，吼，啊，两个互人派去牛这啥三叉山，就是三叉山啦，吼，按看到山口有一个啥两兄弟蛋形池啊，吼，啊，这个湖伫这个地理上阁无记录的，吼，啊，因全出啥出，因为因爱做记录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就出因两个人的名的头一字，这个加啥名。啊，甲斗做伙，甲合作加名湖，